老實講啦 ，Roblox 有見過最差嘅遊戲，唔係叫遊戲，係叫賺錢公司。而家 Roblox 最大問題就係馬鈴薯伺服器，而家 Roblox 都有62B 嘅錢，點解唔用嚟更新成個伺服器呢？咁點解會整呢條片呢？話說當時喺度碌緊 Roblox 頁面，之後終於揾到一個唔係 Brainrot 遊戲，我屌佢老母，而家淨係得 Brainrot 遊戲啊！係，我哋繼續我哋嘅故事。之後我就自然地入咗入去呢隻 game 啦。入到去之後，我就當成係一款 parkour 遊戲，然後去到儲存點都要10分鐘。當時我見到儲存點喺我眼前，我就急急忙忙咁衝過去，點知有咁不電都有試過咁樣 Roblox 你再咁樣落去的話，我唔會再玩你呢款遊戲。